继续关心2019年台中市的环保局，因为要求台中火力发电厂减碳，针对减碳这个问题，嘛有罚中火1800万。但是这个裁罚呢，是互中央的环境部认为违法，所以尾会甲撤销。台中市的环保局不服，去提起行政诉讼。台北高等法院伫昨昏是判台中市的环保局胜诉，因为环境部是表示尊重，强调会阁上诉。一张减煤许可证所领出来代志，中央环境部加地方的台中市环保局，为着中火裁罚已经完几多年啊！环境部109年撤销环保局对中火所开的1800万罚单，环保局不服，去法院告。高等法院第19认为，环境部撤销处分无适格，应该报行政院执行，判台中市环保局胜诉。是我108年底，也是因为中火燃煤机组用煤量超出生煤管制制条例的限制量，而处台电违规罚锾及机组停工处分。因为我们尚未收到法院的判决书，后续我们待收到判决以后，我们会依照判决精神加强对中火的管制。不过台电认为，法院判决的结果是针对环境部撤销处分的程序问题，并无认定台中市政府裁罚合法，将演议是毋是上诉，并且讲这件案件也未定见台中电厂23号机依法运转，未影响供电的稳定。环境部是回应2019年台中市政府要求台电减煤，不过所甲2017年许可证内面的开始减煤日改做完成期限，等于是缩短期程，要求台电在2个月内达到无可能的减煤目标。这个若开落去，毋但是违反室内保护原则，也会互空污许可制度混乱。环境部身为台中环保局的顶级机关，应该爱出面阻止。强调，因为案件的行政诉讼也未确定，所以原本的撤销处分也是有效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